乡亲啊，台湾新的一年运度好啊歹咧。来看咱台湾上早抽出来的国运签，就伫高雄5届的县代表抽到中上，也就是中等以上的国运签。讲台湾兔仔年整体运势比虎年搁较好。顶半年春天甲热天温度平平，尤其是农历的2月，搁有3灾，包括风灾、水灾甲火灾，尤其都要注意疫情的变化。啊，到下半年到万叶回春，会有大好康。特别上早虎年，迎接兔仔年，全国上早国运签抽出来咯。中上签。那上半年度平平，下半年度大有大利。高雄5届县代表开出中上国运签，归主含乡金大同、保前小基陆春风、年开升温多注意，玉土天祥毕业良。抗细钱日常生活爱有灵异道德，喜气自然就会降落来。照这个签式来看，咱人2月有3灾，就是风灾、水灾、火灾，搁疫情拢爱特别注意，爱细腻避免疫情搁出现新变化。疫情呢？会非常严厉，掌管上苍的新人呢，会负责帮我们画开始。比方讲，新的一年旧历闰2月顶半年会经过起起落落，不过后半年会愈来愈好。过了9月占时，报喜乐利，商业发。财主随心笑眼中，过了10月时，阳光焕发国事忙，万业济本万足旺。意思代表5个丰收，万业回春。5届县代表去年抽出中平国运签，今年是中上签。啊，敢无准大人的看法无同款，总是民众拢希望新的一年真正会当拿来拿好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